10月23號，加拿大星島焦點新聞。多倫多藍鳥隊近日晉身世界大賽，星期五嘅首場主場門票被炒至原價數倍嘅高價。今日有多個政黨都表示希望安省政府修訂售票法，立法打擊黃牛。安省新民主黨黨領司馬衛今日召開記者會，話留意到有原價只係500蚊嘅門票，依家嘅轉售價可以高達4200蚊，屬於明顯剝削消費者嘅行為。安省過去曾經實施過票價上限制度，限制轉售門票不得超過原價嘅50%，但福特政府就喺2019年廢除相關嘅條文。安省自由黨亦都發聲明，話將會提出修訂草案，希望恢復原有嘅加價上限。省長福特尋日亦都承認，政府正重新研究限制轉售票價嘅可行方案。下載加拿大星島應用程式，瀏覽更多新聞。